偌大，拜三进前2点5号，拜4搁要热。卫生局建议65岁以上紧去做预防射，避免身体病痛。中华花坛清洁队当咧征收管制氮粪扫的时间，煞有民众无咧插照常来氮粪扫，公所呼吁民众爱有公德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3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即马天气呢是愈来愈凉冷，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宜兰，干那17度尔尔。即阵啊，佮加上这东北季风呢，甲华南温系影响，拜三进前北部、东部是爱注意这低温甲上大雨的情形。要若拜四开始天气才会转好，这温度也有可能升到30度左右。北部乌阴落雨的天气凉凉冷冷，受到东北季风和华南风系影响，拜一北台湾东半部的雨势明显。拜三开始，阁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来到台湾，不过加在雨敢若会落一天，加长天拜四就开始一路好天到礼拜。提到今天，主要还是要注意在东北部这边的大雨哦。那各地的云量都是比较多的，都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那到了礼拜四，整个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它降雨的情形又会再更加零星一些些。温度的部分，拜一、拜二这2天日时拢真凉冷，平均低温无到20度，上高温嘛干那24度。东南部的温度就较悬，日时高温的普遍接近30度，不过早暗温差真大，差要10度。拜四就会开始变好天，温度会慢慢啊回温，全台低温恢复到20度以上，高温也会来到30度左右，到时天气就会淡薄仔热。那整个温度上面也会有稍微更明显的回升的趋势，尤其是台北、宜兰，近中午也有可能会来到27度左右，所以整体感受上都会比较偏向温暖甚至闷热的情形。另外，气象署也表示，目前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的海鸥风台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预估伫拜五登陆越南，对台湾未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另外一个同款伫菲律宾海面的热带系统就较歹讲啊，未来真有机会向北平刷，可能伫后礼拜2上接近台湾。气象署提醒南部的乡亲，爱随时留意上新的预报状况。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好，这天气变化大是较到感冒，也是讲引起肺炎等等，所以台北市卫生所呢是来提示讲，这4大人呢就是肺炎并发重症的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建议这65岁以上的赶紧去做肺炎、流感，也有新冠疫苗。天气渐渐变寒，也是高感冒的季节。季节转变，也是呼吸道传染病夹起来季节。台北市卫生局讲，4大是肺炎死亡高风险族群，而且肺炎也是台北市10大死因排第3名。对民国111年开始到今，死亡人数逐年增加，所以建议厝内65岁以上4大爱紧去做肺炎、流感、新冠这3种预防射。先打13价，再打23价疫苗，所以中间要间隔1年。好，那如果说是高风险的朋友，他的话，他可能依照医生只可以缩短到8周。另外，医院高龄化，台北市卫生局也拍算结合外籍看护，也有长照资源，提供厝内有失智失能的被照顾者，更较周济的服务。厝内有请外劳的家庭，会当卡1966专线，就当有专员去厝内评估，若是符合资格，也会当申请长照服务。那专业服务的部分是由专业人员可以到宅来指导我们的外籍看护工个别化的照顾技巧。来提升他们的一个照顾技巧。那第2个部分是有关于喘息跟短期的照顾服务。那当我们的家中有外籍看护工，他遇到需要休假，那可以来申请由我们的本国籍的照顾服务员来协助照顾。卫生局表示，长照服务员会当协助外籍看护互相配合，亲像换药啊、洗身躯，互外籍看护哮喘、短时间退手，也会当申请长照的交通接送服务，互长照的服务愈来愈符合需求。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讲到这身体健康来看，这假日轻急症中心的试办计划的6都13大的医疗院所，即马拢已经开始来实施啊。也毋过第1天这统计是干那258人次尔尔，以外科甲发烧的为主。有学者是表示讲，这看诊的人次无济的原因，有可能就是这民众呢对新的政策要求无介清楚，所以建议健保署爱加强宣导。为了小偷医学中心急诊大塞车，卫福部健保署试办休困日轻急症中心，初日正式实施。针对发烧、细项的空喙等等，减少分类第3至第5级轻症的患者，提供一站式就医的服务。不过，也是有民众无了解这个政策。
还不晓得。如果那个有这种政策的话，应该会先去看。我不知道，很多诊所假日没开嘛，那这样的服务是必须的。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新制实施头一天到下晡4点为止，6都13个据点，拢总有192个人次来予医生看。收案上济是台南永泉病院108人次，上少的是高雄文雄病院，敢若1个人。这一天拢总有3个人透过绿色通道转上其他的病院，其中1个转美性病院，2个人转奇美病院。比如像痛风、偏头痛啊、肌肉拉伤啦，还有鱼刺卡住、流鼻血等等。那其中呢，小而不适的呢，来就医的大概有4位。民众基本上呢，还在一个所谓的观望的一个阶段，以及就是说，这 UCC 设立的点是不是跟他们平常就医习惯的这个点有这个方便性的一个存在。学者建议，健保署都要加强宣导，建立民众的信任感，而且清楚公告后院的病院、绿色通道转诊的机制，嘛定期统计来予医生看的人次，甲民众的满意度等等。健保署回应讲，这个试办的计划会当乘做每年新增连续9日连假的观察期，试办的情形若好，就会扩大办理。另外，嘛会头一届提悬申请的期间、医疗院所检测费等等的奖励，鼓励医疗单位伫咧休困日嘛有提供医疗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高雄的凤山溪呢，有民众昨暗时看到一个查甫人，伊骑奥多摆载几落卡布袋，拢淡落去溪仔内，而且听讲这布袋呢，敢若阁会震动。警消人员是去现场赶紧甲扶起来，结果发现讲这内底呢，拢是见着废弃物，也阁有输液度。目前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已经互人依法上班。他停下来了，对不对？初日暗时10点多，姓陈的查甫人骑奥多摆载几落卡布袋，伫高雄凤山的国泰桥遮踅来踅去，当到无人注意，就停车甲布袋等落去凤山溪。规过程拢过附近钓鱼的民众翕落来。民众讲查甫人的行为鬼鬼祟祟，尤其布袋内底唔知影底啥，应该会出大代志，赶紧报案。警方随会动消防人员来扶。他来第2次过后，我们才报警。啊，所以他是分了3次丢。他第1次来的时候没有丢，然后第2次、第3次才有丢。现场寻获7支芝麻布袋，确认内容物均为营建废弃物及石棉瓦等物品。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缉行为人陈姓男子到案说明。警消人员拢总找到2卡布袋，经过确认，内底拢是见到废弃物甲输液度。警方透暝抓到乱抌物件查甫人，伊讲这拢是厝内装潢卡落来的，因为唔知要等去倒才会安尼做。环保局表示，输液度是有毒的废弃物，清运处理拢有相关规定。若是乌白蛋相关，会当罚1000万，同时依上法办。石棉瓦属有害事业废弃物，破损易产生非散性细纤维，吸入肺部不易排出。清理时需充分湿润及双层包装，可大幅降低危害风险。民众若有清理需求，可向环保局提出申请，将由专人辅导协助办理。原底就是社会案件，加在正式是乱弹废弃物，姓陈的查甫人红按照废清法裁罚。不过环保局强调，建筑废弃物甲输液度拢袂使乌白蛋，民众千万唔通省思属性，最后煞来食罚单。记者柯家族张用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中华花坛清洁队呢，即马是当咧整修，原本是24点钟拢开放，予民众来等粪扫，也毋过即马是开始规定讲12月24进前，敢若会开放拜1到拜6尔。也毋过所有民众呢是无咧插这个规定，继续来乌白等粪扫。公所是呼吁民众爱有公德心。清洁队大门明明都无开，但是所有人直接甲粪扫等伫清洁队门口贴甲强要比门较悬。清洁队员发现了后，赶紧加班处理，就惊粪扫会愈贴愈悬。安尼乱弹粪扫的行为，嘛，互其他的民众看袂落去，认为伤无公德心。觉得很没公德心，已经很方便了。就要照规定行啦，要配合啦。遮等粪扫敢有方便？当然好啊，还是当然方便啦。中华关花坛乡的清洁队原本是24点钟拢开放，予民众等粪扫，但是因为当咧进行整修工程，为10月24到12月24这段时间，收粪扫的时间敢若开放拜1到拜6，透早6点到暗时7点。公所嘛呼吁民众整修期间请配合时间等粪扫。我们在计划里面都有公告，让民众来周知。希望民众能够体谅，因为这个整修是必要，要求厂商这个施工期限要压短，我们也有
在努力啊。花东乡公所表示，乡内原本就有定时定点的本扫车咧收本扫，开放清洁队是为着互上班的民众方便等本扫。这边因为整修工程调整开放时间，请民众配合体谅，爱有公德心，千万唔通乱等本扫。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乌白带物件，也阁有伫个宜兰的梅花湖这水头呢，是有人走入去树林地，甲人偷倒即个废弃物。环保局即马是当咧追查来源，照这废清法来甲处理。其实这几冬来呢，这宜兰市定定发生偷倒废弃物的代志。即马县政府是来建议每年伫一寡重要的连外道路，要来设智慧监控，来掠这违法的车辆。以这样子体积的换算来讲，这里至少有10车以上。这个东山乡梅花湖水头的农业用地是5仙社土地，叫人倒真侪废弃物，这个废弃物讲冲到嘴插清，那就是树叶的废弃物。这个应该是有心人士，他把那个铁门破坏掉，他进行进来。5仙社最近想要转来家己的土地种亲像姜这款作物，煞看到树去互破坏，入去看是规山坪的废弃物，人真懊恼，地主袂当种作。地方嘛忧心，若是落雨会污染水尾梅花湖，即时向环保局报案。这个会影响这个水的破坏啊，那个地下水这个东西渗透下去的话，这个可能就会影响这个水源。我们会依现场是否可以查获个资，或者是周边监视器是否可以调阅到相关的影像来做追查。环保局要追查废弃物的来源，照废清法处罚。若是确认是树叶废弃物，偷盗人已经牵涉刑事责任。不过，宜兰最近常常发生这种偷盗废弃物，也是废土的问题。检方第1月份，阁查到跨县市的集团在营造也是建造废弃物来宜兰乌白蛋。地方要求县政府赶紧安装电子围篱。所以呢，我是想说赶快建立，然后呢，有外来的土方呢，还是不法的车辆呢，能够有一个监控。县政府已经有编250万的预算，按是明年开始点喺宜兰安装电子围篱，规划伫个县内重要连外道路装6支固定式监视甲车牌辨识系统。另外，阁买5支移动式的监控系统，嘛随时透过 GPS 定位监控废弃物也是废土的运输车辆，希望会当减少偷盗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大家，这食酒千万唔通塞车。伫新竹市的一个40岁的查某人，伊就是食酒塞车，结果去弄到一堆老红婆，2个人是当场无喘气送病院，要是救无回来。根据这警方调查呢，这个塞车的人，伊酒测的这个数字呢，是有到0.87，即马已经照这公共危险第4罪来甲伊上班。一对红某过车道，一年半后车弄到消失伫回边。新竹市北区德公路初2早起11点外发生重大车祸，救护车到场的时阵，2人已经无生命现象。就大概撞飞2，整个飞出去2-3公尺，所以下来的时候人是不动的。警察表示，80岁姓吴甲75岁姓林红某为骑车出门挂水果过路，和40岁姓洪的查某人在那小特斯拉撞到，现场涂骹拢是血迹，水果落开涂骹，消防队赶紧将伤者送医急救。2名伤者因为一些重大创伤的情况，已经皆为欧卡的状况，然后后续我们有加派救护车以及消防车人员到场支援，后续将2名伤者迅速送往台大及国泰医院就做后续的一些急救救治。追撞行人吴姓男子及其妻子林姓女子，造成2人死亡。洪姓驾驶有喝酒情事，全案将依公共危险致死罪，移请新竹地检署侦办。洪某送医也救无转来，姓洪的查某人酒测达超过每公升0.25毫克。伊讲前一暗伫厝啉酒，初2早起为桃园塞车到新竹工作，暗过酒未摕，才弄着人。警方将违反公共危险第4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详细事故原因爱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这火车头有计程车咧排班是真事常的代志，也毋过呢，伫个台南新营这搭所传出这运将呢直接化价要载人去到基比病院，佮讲呢这是病院所规定的。也若基比病院是讲因是无咧插这计程车收钱的代志，也若根据这法律呢直接化价，上当时会罚到9万块。
台南新营火车站后站附计程车专用车机，有人就网络怨叹，伫后站要坐计程车到柳营奇美病院，司机直接画8个无缘跳表，佫讲这是奇美病院规定的计数。当地人表示，对后站计程车画价是真惯习。从小就这样子，所以也没有觉得特别压抑。既然排的话，基本上如果说有客人来问的话，我就会照他们的模式，先跟你讲说啊150，然后上车就跟你讲说我跳表给你看，这样子，因为就是不要跟他们起冲突。记者找基地前站实测，坐计程车到柳营奇美，跳表是155；后站到柳营奇美，跳表是伫120到150。虽然差距无大，不过无跳表划价依然是违规。奇美病院也后进有改级定价。医院并无合约之计程车队，民众若是搭乘计程车有相关费率问题，请进价市政府。依照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计程车应该要依规定装收费表，并按规定收费。照规定，计程车拢爱照跳表计数来收钱。台南市公运处表示，会主动联络定情人来查处，若确实无照规定收钱，会依照公路法来对驾驶罚9000到9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带大家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明年就要来举办其中的选举。民主党籍的前总统奥巴马咧为人徛台的时阵呢，伊是公开来批评现任的总统 Trump， 讲这 Trump 呢是小甲亲像逐日拢咧过这几啊共款，所以和民众千万都要用选票来守护因的国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伫纽泽西州为民主党籍州长候选人徛台，参加大型造势活动，批评即马川普政府是上行为，都亲像万圣节共款，拢是作业无钱好糖啊。It's hard to know where to start because every day this White House offers up a fresh batch of lawlessness and carelessness and mean-spiritedness. And just plain old craziness. It's like every day is Halloween. Except it's all tricks and no treats. 伫维吉尼亚州徛台时阵，奥巴马讲到政府无顶当，国会无作为，佮警告选民，敢若投票才因互声音被听到。这摆州长的选举对全国未来有象征意义。You deserve a governor who will think for herself and work for you.A governor who will create jobs and not cut them, and who will lower costs instead of raising them, and who will bring people together instead of dividing them, and who will do what's right for the people of Virginia, no matter what anybody in Washington thinks. You deserve a governor like Abigail Spanberger.美国要伫初时举行3项关键选举，包含州长选举、国会补选、加地方议会选举。民主党认为这是明年其中选举前哨战，一定影响未来国会控制权甲行政布局。分析指出，川普政府过去1年管理混乱，政策起起倒倒，加速民主党镇压动员动机。上新民调显示，维吉尼亚州可能换民主党做主，纽约市也是民主党候选人领先，纽泽西州是动向还未清楚。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再来看这亡灵节呢，是墨西哥真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毋过今年煞来出代志。这是乌鲁阿潘的市长卡洛斯，伊去参加这活动的时阵呢，互人甲枪杀死亡。这墨西哥总统除了是谴责以外，也来表达哀悼。民众伫咧墓园内面点蜡烛，因为因相信安尼死当伫咧亡灵节期间，互过身的亲友倒来人间的路照较光。还佫用菊花、香旗加色彩做引路灯，替亡灵指路。热烈温馨的亡灵节是墨西哥重要的传统节日，规家人伫咧墓园守暝，用音乐加鲜花纪念过身的亲友。Esta es una tradición que nos han heredado nuestros padres. Pues nosotros tenemos la creencia de que el día 1 y parte del día 2。因过今年亡灵节所传来悲伤的消息，面对很久的乌鲁阿潘市市长卡洛斯，伫咧参加亡灵节庆祝活动时阵遭受枪击，伫咧现场甲民众拍照后这阵翕相，是被记录的最后的身影。伊长期以来呼吁政府采取更加侪措施，解决暴力加毒品犯罪问题。Los agresores aprovecharon la vulnerabilidad de un evento público para realizar el ataque. Condenamos enérgicamente este crimen y tengan la certeza de que no habrá impunidad.
Como en otros casos, llegaremos hasta las últimas consecuencias para que este acto cobarde sea plenamente esclarecido y todos los responsables sean detenidos。墨西哥总统肖恩鲍姆伫社群平台发文谴责这件谋杀，并且向卡洛斯的家人甲市民表达亲切的哀悼。墨西哥安全部讲已经抓到2个嫌犯，另外还有1个人死亡。乌鲁阿班市农业正兴，主要是生产油来啊，收入袂歹，所以也真济乌帮争夺的战场。这件谋杀案让人看到墨西哥对政治人物的暴力问题依然正严重。这几年来已经有几60个市长甲记者被杀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墨西哥的亡灵节呢，其实伊有淡薄仔亲像咱台湾的清明，拢是咧怀念祖先甲祭拜亲人的这个日子。后来这西班牙来视频了后，万圣节传入来，也发展出这装塔甲游行等等的活动，用欢喜的气氛来甲祖先孝念。在这里办寿菊花田内面的大型人头骨雕像群，看起来真壮观。人徛在伊边啊，才知影讲伊有偌大仙。每年亡灵节来进前，墨西哥各地拢会办各种特色的节庆活动。阿特里斯科地区邀请艺术家设计纸雕工艺作品，一款超过3公尺宽的艺术雕像，材料是纸浆加纸棒，是墨西哥自11世纪流传到这么的工艺。Es un trabajo artesanal extraordinario, por lo tanto, reitero, sigamos con estas tradiciones. Y es muy representativo, es parte de nuestra cultura, es parte de nuestra educación. 墨西哥每年的亡灵节就敢若是台湾的清明，是对过身的祖先甲亲人表达怀念甲敬意。受到古代阿兹特克甲玛雅文明的影响，墨西哥人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延续，也相信往生者的灵魂会搁返来人间。伫咧西班牙被殖民了，天主教的万灵节甲原住民的仪式融合，搁加上最近万圣节文化。和现代亡灵节的节庆活动，袂输敢若是嘉年华会庆典。Algo que llevamos años haciendo, una herencia que nuestros padres nos dejaron, que nos enseñaron, y a nosotros la verdad nos gusta. Para nosotros como venir, como ya se acerca la fecha, cambiar esas ropas, porque prácticamente el mantel que está。伫咧墨西哥东部的一个店火木市。每年亡灵节，民众拢会将亲人的骨头摕起来清清理，再搁放入去厝新背部的茶盒内面。有一寡人甚至会将亲人的骨头讲话，代表生甲死之间无界线。这项融合玛雅甲天主教的传统，互人看作是对祖先的思念甲尊敬。亡灵节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物，就是柑仔色的万寿菊。万寿菊被认为是伫亡灵节期间会让引导亡魂返来人间，是阴间甲阳间之间的连结。一般人拢是将花插伫咧已经过身的亲友相片边啊、墓仔埔或者是厝内祭坛顶头。亡灵节这段期间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Hay otros componentes.Como el papel de China de diferentes colores, las velas, las fotografías, el alimento, etcétera, etcétera. Pero no sería un altar de muertos sin la flor, sin el cempasúchil. 墨西哥的特拉霍穆尔科这片万寿菊的花残，伫疫情期间业务拢停落。不过危机也是转机，会让尾下想讲规期间花园对外开放，互游客来遮买菊花，也让翕相拍卡。其他花农也开始学这种观光花产的经营模式，花农的收入增加，也带动地方的经济。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来看这正人正关注的大埃及博物馆呢，伫经过20多冬的准备了后，总算伫当地时间11月初1来开幕啊！隆重是开超过10亿的美金来展出超过10万件的文物。入去内底，若准讲呢，逐项拢要甲看1分钟，安尼可能是需要70天的时间才会当全部看煞。世界有名的吉塞金字塔区无人机伫夜空中描写出古埃及甲顶波图像，包括图坦卡蒙王的金明窟、棺材甲王座，也有代表法老权力的仪式用战车甲船只。全球最大的大埃及博物馆在仪式大开幕，庆祝仪式充满讲法老风格。ونحن نحتفل معا بافتتاح المتحف المصري الكبير. نكتب فصلا جديدا من تاريخ الحاضر والمستقبل. في قضية هذا الوطن العريق
فهذا أكبر متحف في العالم. 埃及文物真丰富，展品数量会当讲是原先有记的2倍，大约10万件。那参观的游客每一件展品欣赏1分钟，所谓收藏看完都要70日。展品自过去历史7000年，为史前时期一直到公元大约400年的希腊到罗马时代结束。全馆总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公尺，相当3个台北国境博物馆园区，开超过10亿美金，经费来自埃及国内资源甲国际合作。 كنوز الملك الذهبي الملك توت عنخ آمون اللي هي مساحتها 7500 متر مربع. مركب الملك خوفو الأولى مكتملة، وأثناء زيارته يشوف المرممين وهم بيجمعوا المركب الثانية. 这摆开幕，全球数十个官方代表团受邀请，其中荷兰总理斯霍夫表示，会将一尊约3500年历史的雕像献给埃及。 听讲历史会当追到西元前1479年到前1425年之间，可能都是伫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期风淘汰了后非法出口，后手出现伫国际艺术市场。公司新闻吴连编译。 再来看，这美国白宫是宣布讲，这个月初则开始呢，晶片的管制对象是袂扩大的。也毋过，川普也讲明讲，伊在回答的先进晶片呢是袂交予别人。另外，在中国是来暂停实施稀土的扩大管制。也那专家是认为讲，这对台厂来讲就是好消息。百亿这台股一个开盘都有感受啊。美国四大指数顶礼拜五全部收红，国内台股百亿开红盘。 早盘甚至要到28450点，起超过260点，了后起的幅度无遐济，就反乌。宽达股台积电盘中来来回回，捌维持伫1500块的平盘。专家认为讲，即马美中经贸协议公开，对台股来讲是真好的消息。 相关的障碍会更少 ，AI 的需求拉抬那今年台湾的股市呢，其实是有基本面在支撑的，因此现在就是说锦上添花啦。 美国白宫初一宣布美中经贸协议的内容，中国宣布暂停这篇10月初9宣布的稀土出口管制，确保恢复出口安细半导体中国工厂的晶片。因为美国这边是为这个月初10开始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管制的对象。就算回答这篇长黄金芬顶个月月底，佫一再强调讲，希望回答上先进 Blackwell 晶片会当伫中国上市。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初二伫空军1号展馆回应讲，美国未甲回答的先进晶片 Blackwell 给其他的人。 出口管制清单一扩大，那很多订单就没有办法接进来，那对台湾的厂商来说是比较负面的。所以这一次美国政府宣布不会再扩大管制名单，这个对台湾的厂商应该算好消息。因那半导体业界传出台积电前9月份就开始通知客户，讲为明年1月份开始，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会连续4年起价，平均起的幅度是3%至5%。 有风声讲，联发科甲高通考虑要转单，不过专家认为讲，台积电有竞争的优势，影响并无大，整体也是会当压关利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美国对台的军售呢，是拢总有25案，这当中有3案进度拢有去签到，包括着 F-16V 的这个战机，也有会当挂伫个战机顶头的飞弹，即马是拢无通正常来交会。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除了会加速来督导以外，这美国也来成立专案办公室，希望明年一定爱看到交会。 国军装备采购一年前报告显示，国防部对美军购25项进度超前的有海马斯稳定精准火力打击系统1案，进度正常21项，因前3项目分别是 AGM-1544飞弹、MK-48重型鱼雷，甲明年底就应该全部交付的66架 F-16V 战机。 今年就已经会完成10架的组装，那还有待测试的过程。那在线的。 连同这10架加起来，总共有50架在线组装，加班赶工的一个阶段。那用2班至20小时在进行，全数完成交印。我们觉得当然有一定的风险跟挑战，但明年一定可以看得到 F-16V 的交运。 国防部表示，美方已经针对这3项成立专案办公室，要尽上大努力。不过，进前遭到质疑的，也有汽车飞弹、气舰飞弹，所无列伫国防部的报告项目。郭立雄解释，甲美方签约发起所时间，拢要伫交运时间点进行无延前，也透露买500粒气舰飞弹增加到2671粒，才回归今年第4季度得到第1批。
鱼叉飞弹当初要建案的时候是用战备急需建案的，本来是5年的期程，现在变成10年。刚刚听到报告的时候，好像变成12年了。你通通把它往后延，当然进度正常，我们找各种理由帮所有的厂商去解套，而且还不断的付钱。另外，伫这片的458项相关案内底，2案进度落地后边都包含各界关心的各组舰舰海群号，因为迟迟无海运，确定今年无法度完成。虽然每支对台船发19班，不过也比之前出发伤过轻。首艘这个海空舰的一个建造，我想我在这里还是要肯定台船跟海军的一个辛劳。技法它是一个督促其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合约的一个手段，所以技法本身并不是目的。我想建造完成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地国防护山因为总统热清朝承诺伫2030年进行达到 GDP 的5%，各地方表示会照地震威胁、防卫战略、建军备战的需求来编列，相关项目也若是装备，也有训练变装等方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乌里一搭主体呢，今仔日透早的时阵发生火灾，一对母仔囝救出来的时阵已经被喘气嘛无心跳。这查某囝是确定死亡，也让妈妈呢即马是转去到加护病房。警方初步了解呢，有可能就是前厝卡是因为这细厝的纠纷来甲放火，目前已经甲这细口的男性抓起来啊。台中乌街这铁片厝发生火警，消防队光引无水线拍火，虽然马上将火拍花，不过受困伫厝内一对母女，被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因为是铁皮的关系，那燃烧的温度很高，连1楼那个铝门窗的铝框都烧融哦。母女被困在西南侧的房间里面。那病患到我们现场，到医院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四肢及躯干外观上看起来都有一些都有很明显的2度以上的烧烫伤。经过抢救，17岁查某囝救无转来，50岁妈妈是转加护病房。星期三透早2点左右，监视器翕到一台小车北区进入乌旗港公路这个巷仔了后，铁片厝就发生火警。警方透早4点外顺线找到赛车的姓柯的查甫人。你跟他生仇大恨吗？已经死了呢。警方表示，姓柯查甫人有自伤的行为，就医了马上带去紧急诊室。初步了解，姓柯查甫人原本向伤者说厝，不过因为今年初姓柯查甫人甲伤者发生纠纷，被要求搬走，就扣分故意放火。他奇怪，他为什么每次都在那边晃来晃去，而且在那边不晓得行为怪异才去装的。是都装了之后才发现？对，才发现的。对。嫌犯他在那边租屋也租了20年，那一直到我们了解是到今年的7月份因为租赁纠纷，原屋主就请他离开，但我们了解后续他还是陆陆续续有回去搬离他的一些物品，所以跟原屋主有产生一些纠纷嫌隙，甚至于有时候会骚扰原屋主。警方表示，双方目前已经无细处关系。姓柯查甫人犯案进前，将监视器全部破坏，犯案动机明确，已经报请检方后双向杀人加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这诈骗出头有嘛是真侪，即摆呢已经开始咧算这认证的制度啊。有集团呢是讲为着花莲救灾，会当来免费提供护额，引导民众加入赖的认证。结果呢，煞甲人的钱安尼拐拐去。警方发现讲，平均4个人当中，都有1个人会拄到这网络诈骗的广告。这被害者呢是互人一领皮一领皮安尼甲绑去。马达案起帮山乌帮花了后，真侪志工拢去花莲斗救灾。当初民众善意的举动，想袂到却是去互诈骗集团来利用。有的诈骗集团会伫社群铺文，讲只要付现金，就会当免费提供遐讲；有的会假做业者，讲买商品就会当斗救灾。亲像这款偷用救灾名义咧运作的诈欺，铺文了后，等民众主动来联络，引导加赖了后，透过互民众认证的手路来诈骗。这种新形态的诈骗从台湾就在这边开始出现，那会有个客服来引导你。告诉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经过认证，那由于操作都是你自己来操作的，就很容易根据他的操作，结果把你账户里面的钱都给转出去了。现在网络真发达，真正煞变做诈骗利用的手路，因会传上假的链接，要求民众认证，结果讲认证失败，引导民众去操作网络银行。
这款诈欺的方式已经渐渐取代传统解除分期付款的手路。诈骗集团靠说唔免先摕到个资，只要上网就会当下手。不过，无论诈骗的类型啥款，不少诈欺的受害者也是会落入去二次诈骗的陷阱。诈骗集团呢，它发送很多网络上面的广告，会使这些被害人主动掉入陷阱，进而就是诱使这些被害人就是主动提出说，自己有被诈骗的经验，那运用这种同理心的方式去让这个被害人掉入陷阱。那1/4的人收到诈骗广告之后，1/50的人会被骗。根据警方调查，平均4个人就会有1个人伫网络顶去接触到诈骗的广告。而且，这个人若是钱去用骗去的受害者，因为赶紧想要把钱讨回来，所以就更较会踏入去这种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马太安溪造水灾呢，真侪第一线的救援人员，这心甲心压力是真大。卫福部是来推出救灾人员的咨商的专案，或者的人呢会当伫一档内有3届的心理咨商的服务，希望会当陪伴因度过紧张甲糟心的时期。9月花莲马大安溪邦山湖1楼，当时除了外口一线救灾人员，嘛有各地来的志工投入救灾。今日因伫救灾了后，身心承受真大的疲劳，也是情绪无好，影响后续的生活。卫福部设意推出马大安溪方案，提供救灾人员甲志工1年来每人有3届心理咨商服务。可能有些人会有帮助，就是多一个管道。灾民可能更需要吧，毕竟是他们的家园被毁灭，他们才是当事人。卫福部表示，1年来每人3届心理咨商服务无限年龄，也会放宽认定适用。全台合作机构有618间，执行时间为即麦开始到明年10月底。救灾人员也是志工，若是去咧青总方案的官网查询，接洽合作机构预约，准备身份证明文件了后，就会当接受咨商服务。我们是直接汇付这个费用给这个服务的提供单位哈，所以是不需要付费的。至于身份的话，你只要是这个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去你有去救灾哈，我们都是从宽认定。精神科医师提醒，救灾人员也是志工，爱注意救灾后身躯心理行为是毋是出现改变，像讲较歹困去、饮食改变、情绪反应较大、无兴趣，甚至爱靠药啊，还是啉酒才会当困，拢要量早接受咨询。通常都是可能会出现超过1个礼拜，而且蛮明显影响我的生活。比如说我变得我没有办法去上班。比如说我很容易紧张，这些迹象就找医生来询问一下。卫福部表示，有关马大安溪方案初步列大票2000万的预算，对于志工身份会放宽认定，未特别审查。望需要心理支持的民众，唔通去拍架闹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台南小巨蛋伫2008年就要来动工啊！这室内体育馆呢是当底2万人，也毋过有民众所认为讲这地点呢路无介大条，若准时间安尼都有可能会进入交通的黑暗期。也若交通局是强调讲同步来改进这公车的路线，整合停车场，也有智慧系统，是有通提高这运输的效率。充满绿意的南台南副都心是台南市民运动散步的好所在。不过未来这地点也按算起台南小巨蛋，当地民众拢真渴望。不过因为附近路正矮，烦恼若开始时间交通就进入黑暗期。是可能过渡期的，当然了，交通是希望台南也有很多改善的。哎呀，是要让他说，因为台南市究竟没有主场，没有这种场馆啦。他现在道路他已经继承了啦，已经没办法再拓宽了。车流进来会很麻烦哦，因为旁边还有一块空地，台糖已经租给 Costco 了。台南小巨蛋按算开发差不多15公顷。台南市府今年9月25就上公告，运动艺文受限园区标题限。不过民代认为，这个所在甲生产路连通到第一线大同路2段，即卖交通量能完全无够。先海解决的是拍通东西向的道路，接大同路，这样让整体区域规划更较完善。南铁岸新增的南台南站，另外捷运红线与蓝线延伸线正在规划当中，交通局也会同步推动公车路线优化、停车场整合与智慧运输系统，以提升整体的运输效率。台南小巨蛋按算应容纳2万人的室内体育馆，目标上紧2018年动工。交通局讲，会甲相关单位共同规划完善的交通疏运、加安全管理机制，降低对周边社区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受到这极端气候的影响呢，热的日子是愈来愈侪啊。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是提案要甲这高温算入去灾害天气内底，未来会当依法来发布高温特报，也就是讲有通来歇高温假。这交通部是回应讲，这修正草案这个月就会来有个持续来收集各界的意见。外送员坐伫路边，哪像是天气烧热，身体无爽快。加载随后警察发现，该倒轿车送医。这几年高温的天气愈来愈多，去年7月，嘉义某一个少年的做事人，哪像吊沙倒伫田岸边。民意代表提案要修正气象法，要甲高温纳入灾害天气，和高温较有法源的依据。2021到2024啊，热伤害的人数啊，也增加了快1倍。那7月份的对比啊，是增加了快3倍。对高温假来讲，政府是有保留的态度吗？我们赞成这个方向，赞成这个方向。但是，你具体的作为做法以及你的标准是什么，总是要让国人知道啊。另外，目前敢要停班停课，由地方首长决定，嘛常常引起争议。民意代表嘛提议讲，敢会使伫即届气象法的修法，甲决定权交予专业由气象署来决定。气象署回应讲，停班停课的决定确实真为难。不过气象资料敢若是参考因素之一。生活圈是一个因素之一。那另外在水电维生部分，气象的环境的因素之外，有没有其他因素？其实这个不是气象署能够从天气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因应极端气候的趋势，除了强化高温事件的事前应用，和高温较有发源，交通部讲，参考这几年热带性低气压，嘛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灾害，嘛建议纳入灾害天气的定义。若对着气象法修法的进度，交通部讲，修法的草案预定这个月就会提出来，公告了会持续收集各界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这台美关税即嘛是还阁继续咧调，目前咱国内有实行减班休困的，也是以规模较小的这企业为主，是占9成。也毋过呢，这个数字是比顶个月较少啊，这也是下半年来这头届人数有减少的状况。也若这规模较大的企业呢，这订单嘛有回稳。面对即嘛全球局势这个无确定性，咱政府也是会谨慎来看待。伫咧 APEC 会议结束了后，业界拢真关注台美关税谈判的进度。行政院副院长陈立文表示，谈判已经有进展，达成共识了后，就会进入总结会商来达成贸易协议。根据劳动部初三上新的统计，受景气影响减班休困的拢总455间企业，总人数是8331人，比顶个月公告阁减少212人，这也是下半年来头届人数有减少。他们公司的订单回稳，这有9家是这个提早终止，那当然不止机械设备制造业，另外金属制品制造业其实也有提早终止的状况。劳动部指出，目前有实行减班休困的，也是以规模较小企业为主，是占9成，50人以上的都有418间。面对全球的局势，劳动部表示，目前订单回稳的企业，集中伫咧规模较大的，也是会用谨慎的态度来面对。也若全国产业总工会是表示，目前台美谈判已经到一个坎站，伊认为针对未来可能会受到上大冲击的汽车产业，政府应当赶紧就劳资政3方来进行风险评估，也有应对。汽车产业供应链这个部分的企业的雇主甲劳工是上烦恼的，阮是建议政府应该是赶紧找这相关未来可能受冲击这产业以及工会来进行所谓的利害关系人的对话，来提出因应策略。面对美国关税也未确定，专三总表示，毋但国内汽车产业面对未来可能受冲击的其他产业嘛，已经造成真大的不安。嘛，呼吁政府应当针对未来可能受冲击的产业，有更较公开的资讯，才通互各产业量早思考因应对策。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南投县政府呢，即马是打算要来去有机废弃物资源化的中心，来提高这处理品的效率，也会当来发电，也是讲用煤等等。也毋过有民众呢是烦恼讲有可能会造成污染，嘛，即期这处理的量能敢有够用？清洁队员一群人当咧堆肥，非洲地这爆发了后，南投市清洁队即马甲喷全部拢摕来做肥是加真无用。
全国禁止用喷饲猪，影响到南投逐工产生30公吨的喷。目前南投市第三定合溪地乡有堆肥设施，会当家己处理喷，但是部分乡镇也阁需要协调外县市到协助。所以南投县府拍算伫南港工业区去南投县有机废弃物资源化中心，不过有民众烦恼处理无好会有危险性。这喷有在处理是袂歹啦，就是讲伊的量也是啥吼，来当去化的来当较济是较好啦。南港工业区遮原本就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个沼气若外泄，是毋是变做空污的愈来愈严重？南投县府指出，资源化中心土地面积大约7423平方公尺，要起2年，会当用20年，采 BOT 的模式，由民间来起来经营。未来按算整合全县现有喷的处理方式，成为有机废弃物集中处理的设施。一工预计会当处理100公吨的喷，加转化做早期发电，也会当后肥。它相关的这个密闭的设施都会做得非常好，那另外也会这个针对相关的收集系统会做得非常完善。那其实厌氧发酵也不是新的技术哦，像目前台中市的外埔，还有桃园的生质能源中心哦，都是利用厌氧发酵的方式来产生沼气发电。南投县府表示，希望透过资源化中心的计划来解决南投县处理喷的问题，也提升环境资源循环的效率，为地方永续发展提供一个示范做法。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即马在非洲地这台中市府是来扩大采检甲封锁，也毋过农业部说讲，这国军呢去消毒了后，台中市府搁起一抓，安尼颠倒是会影响到后手采检的成果。也那台中市府是回应讲，这是动保处误解，才会家己走去消毒，会严格来甲因处分。巷仔出入口站起来，无要互车进出。台中标出非洲地铁进入第11日，启动第3阶段关键封锁。台中市府宣布扩大封锁汉丽市市场周边道路，而且主动采检附近2个沟仔拢是阴性。附近排水沟跟这个暗场连接的这个排水沟，那水质抽验是阴性。另外呢它门口的这个道路我们有一条巷道，我们把它封闭避免这个暗场它被扰动。不过农业部记者会批评，汉丽市市场伫国军消毒了后，前地原本初三正常采样，不过台中市府初二刷起清消扰动，会互检测结果误判，违反台中市府违反工作内容，希望防疫中央地方爱合作。在今天又进场去清消，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清消的理由何在？因为一般我们在做采检的时候，一定要等所有的那个清洁剂都干了以后去采检才有效。面对这样的非洲猪瘟，我再次强调，一定是中央跟地方一定是通力合作，而不是一个自走炮。这个进程台中市府还未回应，不过市市场是不是要求禁止？农业部表示，公这上过早，地农医院也无管，后续也搁会评估。不过中央甲地方拢承认，防疫上对市市场地再无执行规范，一般疫调方式也无法度要求强制进入有修法的空间。猪粪的一个堆积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防疫的部分，因为并没有做相关的一个规范，就是说它要多久清除一次。猪农看是不是让我们可以进去，一般我们是不会强制进入，除非说你有接获到特别的讯息，说这一场有异常死亡情形。台中市宣布，初三开始将喷掩埋场由原本的4个减少做1个分散掩埋场，原本后里无风2个掩埋场会先设电回离。民众通报太平区、山区有民众饲老者山猪，也得照顾风险场合来访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嘉义市顶安宫呢，是角角寮的信仰中心。这庙内所拜的观音佛祖是真罕见的查甫的形象。专家鉴定讲，这形象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最近这佛祖出巡，也请真侪人来甲伊参拜。嘉义市角角寮顶安宫为着观音佛祖的佛诞，因是较早100年的故乡路，伫嘉义市内举办平安邀请的活动。庙内观音佛祖神尊，毋但做伙出巡，而且佫是真罕见的查甫上观音佛祖。明末清初的时阵伊的发相就是在迄个当时的所雕的架势完全的无共。咱遮会较查甫，较迄面型较查甫款，较查甫款。外口的咧？外口的较，咱咧看拢全分面的。嘉义市的顶安宫，去伫1872年是角角寮这个聚落的信仰中心，
苗粉讲，苗内即阵观音佛祖，伫较早医学无发达的时阵，有做药引的历史分析，佮因为面容较威严，所以甲一般看到的观音佛祖较无共。到当已经有200多档的历史。早吼，拢会做药引啊来治病万民安尼吼。根据所治疗的这个年轮来算啦吼，因为用专门的仪器来计算吼，超过260年。这间定安宫到今已经有153年的历史。针对庙内查甫像的观音佛祖，苗粉讲，不管是威严的查甫像，也是慈祥的查某像，这毋若是法上雕刻的风格，嘛是地方信仰文化当中多元的一种表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那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不理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0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0度到27度。外岛地区18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